我哋今日要介紹嘅係故宮嘅宮殿結構同埋宮廷服飾。我哋先介紹宮廷服裝，服裝分為5種，分別有禮服、吉服、容服、常服和便服。我最中意嘅係禮服，佢嘅顏色係黃色同紅色為主。禮服用喺祭祀等重大典禮嗰陣會着嘅。喺清代宮廷服裝係最高規格嘅。我哋睇下宮殿結構啊，原來屋頂上面呢有唔同嘅隻獸。二龍係象徵皇帝。真係好有趣啊！我都知道古代嘅宮殿係用斗拱結構建成嘅。另外，我哋可以借助虛擬實境嘅技術，金碧輝煌嘅紫禁城再次重現眼前。我可以住入故宮，我會咧喺故宮入邊睇書，我會覺得好寫意。多謝大家嘅細心聆聽，希望大家可以認識中國及故宮嘅傳統文化。